香港有大學研究用問卷調查18至到74歲嘅市民，發現18至到27歲嘅年輕人，大約每3個人就有1個人有焦慮症狀，比起其他年齡組別高。點解年輕人易焦慮？點樣處理焦慮？我上網睇資料啊，話坐立不安啦、難以集中精神同埋失眠咧，好可能係焦慮嘅症狀。另一份報告就咁講嘅，如果你有呢個煩躁啊、悶悶不樂啊、情緒低落啊、難以入睡嘅話咧，有機會係抑鬱嘅症狀。香港有大學研究咧，就話18到27歲嘅年輕人啊，患有抑鬱同埋焦慮嘅症狀咧，比中年或者長者組別高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話題係年輕人易焦慮抑鬱。介紹翻現場嘅兩位嘉賓先啦，包括有精神科專科傅子健醫生同埋係臨床心理學家張傳儀博士嘅。歡迎晒兩位！如果各位觀眾咧有任何嘅健康問題想關注咧，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開 TV 健康關注組專頁或者 WhatsApp 留言俾我哋㗎。傅醫生啊，其實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聽到話焦慮症咧，其實焦慮症嘅症狀係點樣嘅？其實焦慮症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不過呢個係比較簡單啲嘅一個統稱啦。係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話啊，每個人都會經歷過嘅一啲嘅感受，譬如我哋突然間開始緊張。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講到話喺臨床上邊咧，我見到有好多嘅病人咧，佢哋會以為自己有其他嘅病，例如突然之間氣喘唞唔到氣啦，又或者個心係咁跳啊等等，以為自己有心臟病，以為自己就嚟死啦咁樣樣。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講嘅焦慮症就係當一個人喺一個唔應該緊張嘅時候，又或者佢個緊張嘅反應比正常更加嚴重，而出現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啲焦慮嘅情況。咁香港咧有大學研究咧，就係調查咗18到74歲嘅市民啊。咁當中咧18到27歲嘅年輕人咧，就每3個有1個咧就會出現呢個焦慮嘅症狀啊。其實想問下傅醫生，點解咧呢個焦慮症狀會容易啲出現喺年輕人身上咧？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包括我哋講話個人嘅因素同埋社會嘅因素啊。大環境之下，可能譬如年輕人佢哋由即係一個讀書嗰個環境，慢慢轉到去出嚟社會，去到工作啦，咁變咗身體上面嘅改變，以至到譬如佢哋自己責任上面嘅一啲改變啦。出到嚟社會唔單止係工作上面嘅壓力，咁仲可能經歷譬如感情啦，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等等，咁呢啲都係一啲因素，令到呢一個群組嘅人容易啲出現呢個咁嘅情況。阿張博士，其實喺心理學上咧，點解年輕人咧即係易會有呢個焦慮症？其實咧，我哋會好相信，因為年輕人始終佢哋去處理情緒啊、處理人生變動嘅呢一啲經歷咧，其實係冇咁豐富嘅。點樣識得去處理我哋嘅情緒、我哋嘅焦慮？點樣面對嗰啲突如其來嘅轉變嘅時候，我夠唔夠嗰啲嘅招式去應對？其實全部都係要慢慢累積。咁而且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會睇到10幾歲到20幾歲嘅呢個群組咧，生命入邊有好多嘅變動，其實係不停有好多嘅挑戰，而且亦都會慢慢咧，你會發現其實呢一個年齡組別嘅人咧，唔係淨係單單香港嘅，即係年輕人係咁嘅，係你發現咧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嚟嘅，經濟上嘅好多比較嘅等等，其實呢一啲咧都會刺激起佢哋嗰份焦慮嘅情況咯。傅醫生，同埋我想問下焦慮症咧，其實對身體有咩影響咧？其實焦慮症好多時候咧會引發我哋嘅自主神經系統嘅比較多嘅活躍。咁呢啲咁嘅情況包括可能會影響我哋嘅心跳、呼吸、腸胃等等咯。有啲人可能一去到嗰啲緊張嘅情況之下，就會想揾洗手間啊，會肚瀉啊等等。咁長期喺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會令到我哋身體入邊嘅皮質醇會升高，咁會影響我哋嘅抵抗力，令到我哋甚至乎會比較容易啲病添。最嚴重咧，可以去到咩程度咧？嗱，可以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我譬如出唔到街啊，返唔到工啊，同其他人嘅關係好大嘅影響啊，甚至乎去到個地步，可能成日都會疑
即係懷疑自己有病，經常要去急症室啊，要去揾人求助等等。咁呢啲對於一個人個生活啊，或者佢嘅崗位啦，以至到佢嘅關係都好大影響嘅。張博士，你有冇啲例子咧比較深刻，就係一啲年青人患上呢個焦慮症嘅例子？我會記起，譬如有一啲我嘅病人咧，其實佢哋返工其實做得好好嘅，係即係一啲好年輕有為嘅專業人士。咁但係咧，佢哋係每一日返工都覺得咧，佢自己會犯錯，無論身邊咩人話俾佢聽，你做得夠好㗎啦，佢都係會犯錯嘅，覺得自己同一個 email 要 check 7次都唔敢 send 出去啦。夜晚發噩夢啦，喺夢入邊就係覺得老闆追住佢話你聽日份工作未交啦，咁第二朝自然個情緒又會差，成個人個精神狀態又會差，佢更覺得自己會犯錯啦，咁變成一個惡性嘅循環嘅。點樣用心理去治療年輕人嘅焦慮問題咧？通常我哋會首先咧就係會睇一睇喺佢認知上邊，其實係咪會有一啲出錯，有一啲嘅誤差。例如有一啲人會過度地覺得自己係一定會出錯，或者佢會覺得咧個錯誤地以為我有任何嘅錯誤咧都等於好大件事嘅。咁但係往往實際上對比返個現實嘅狀況咧，其實佢開始就會發現其實有啲嘢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嘅啫。阿本身咁喺精神科嗰方面咧，點樣即係用啲咩方法可以幫即係年輕人去治療呢個焦慮症？一般嚟講，如果有焦慮症咧，都可能會靠一啲心理嘅治療去處理，譬如佢一啲思想啊，又或者佢價值觀，或者對於佢自身環境啊、自己嘅一啲衡量嘅一啲睇法。咁但係當然咧，去到某啲嘅程度，可能用一啲心理治療都唔得嘅時候，我哋可能會用到藥物。咁藥物方面咧，就可能會調整腦入邊嘅一啲分泌，例如血清素啊、去甲腎上腺素等等，令到一個人盡快可以平衡翻。情緒嘅問題咧真係可大可小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我哋嘅外景主持咧唐浩嘉咧就去咗訪問專家，介紹咧呢個繩索治療點樣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啊！哇！呢度啲設施都好似幾好玩咁喎，不過咧呢度唔係遊樂場，而係繩索治療嘅專業場地。你好啊 Hello，Dr. Lam，早晨啊！嗱，聽講咧繩索治療咧對於治療 SEN 學童咧有一定嘅幫助嘅喎。其實原理係點嘅咧？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咧係用腦部增生呢個嘅原理咧嚟到去做基本嘅。咁腦部增生嘅意思咧，就即係話我哋嘅孩子咧喺腦裡面咧，佢哋唔係冇晒所有嘅東西，而係佢哋有，但係佢哋唔連結，佢哋連結唔到啊。咁所以咧，我哋用繩索嘅時候咧，就係幫佢連結翻佢個腦部嗰啲嘅細胞嗰個嘅激活，以至到咧佢哋可以咧重新咧去睇到嘢啦。我哋叫做即係識得睇人哋嘅眉頭眼額啦，識得知道人哋嗰個嘅反應啦。咁同埋有時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佢哋咧更加嘅嚟到喺個治療嘅效果嗰裏面，令到佢哋更加有啲嘅衝動嘅時候，可以降低佢哋嘅衝動啦，等等呢啲嘅情況。除咗 SEN 學童之外咧，繩索治療仲可以用喺邊方面㗎？其實我哋係開始發展到咧，而家幫助一啲嘅壓力啦，咁啊焦慮啊，一啲嘅抑鬱啊，甚至一啲創傷後遺症啊，咁而家我哋都係一路試緊，一路做到好有果效嘅。一般嘅繩索治療療程其實係點㗎？其實咧，通常嚟講咧，我哋就係大概係8次基本嘅療程咧，叫做咁。然之後跟住我就睇下佢嗰個嘅發展啊，睇下佢嗰個嘅進度啊。然之後跟住我哋再視乎嗰個嘅情況，再加落去，或者我哋再有啲嘅計劃啊，即係同啲父母再傾啊，即係咁樣。咁其實8次嗰個療效其實已經係好大嘅進步㗎啦，我哋見到。不過我哋唔係淨係加上繩索嘅。咁有時我哋會有啲嘅社交訓練啦，有時有其他嘅一啲嘅東西，令到佢哋咧更加喺社交上啊、群體上邊啊嘅建立咧係更加好。唔該晒 Dr. Lam。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去了解下繩索治療嘅設備係點樣用嘅。哇 ，Tony 啊，呢度咁多設施，不如請你介紹下有啲咩作用咧？我哋會將個小朋友咧擺咗上去，我哋呢個動作叫做超人飛。佢就真係好似超人咁樣瞓咗喺度，咁然之後我哋嘅治療師咧就會幫佢開始做一個搖擺嘅動作。咁你會見到咧，我哋係由最細嘅搖擺一路去到一個好大型嘅搖擺。
咁一樣啦，對於一啲好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專注力不足嘅，或者甚至乎有陣時佢會有好多驚恐嘅，我哋會慢慢喺個過程裏邊咧進行咗治療。你估都估唔到，畏高都可以咁樣治療到出嚟。呢個圓形嘅係有啲咩作用嘅咧？我哋咧主要係要嚟治療小朋友咧係有專注力不足，或者係佢自己係有呢個叫過度活躍嘅症狀嘅。咁其實小朋友坐上去咧，我哋會用唔同嘅速度去旋轉佢，刺激佢嘅前庭角。咁做幾次咧，你會見到佢專注力不足同埋或者佢過度活躍嘅症狀咧就會明顯減退㗎啦。咁呢個又係咩嚟㗎？嗱，呢個咧我哋叫上攀，咁主要咧我哋嘅小朋友就會喺度踩上去啦，咁然之後懸吊咗自己喺上空嘅。咁咧係訓練咩嘢咧？我哋好多小朋友咧個平衡好差，成日都會跌嘅。咁做完上攀之後咧，就明顯你會見到佢啲身體嘅肢體嘅平衡好好啦。咁我哋好多嘅小朋友就係佢身體好弱嘅，做幾個月到啦，或者做個零月，佢哋自己身體就會變得非常之強壯。呢個好似電動轉盤咁樣咧，同頭先嗰啲有啲咩唔同㗎？係啊，嗱呢個咧就係我哋最新發明嘅電動慢轉盤啊。咁佢主要咧就係治療呢一個嘅精神疾患啦，甚至乎係緊張而家最多㗎啦，抑鬱啦，瞓得唔好啦。而家我哋仲有啲人咧就譬如叫社恐啊、社交恐懼咁都可以喺呢一個嘅治療上邊咧係會出到一個好好嘅效果。係啦，咁一般我哋做治療嘅時間咧，我哋就有一個速度喺度慢慢旋轉，咁然之後大概係15至20分鐘個治療就完㗎啦。咁完咗之後咧，成個過程你會覺得好似瞓咗一場好冧嘅覺，個人就會好舒服㗎。頭先咧我都親身試咗呢啲繩索嘅設施啊，咁我覺得咧最深刻印象係我頭先用我嘅核心肌肉，然後我要爬到去好高嗰個，因為咧當中我覺得我係要練咗好專注咁樣運用我每一組嘅肌肉，然後我去爬上去，咁樣咧同我平時自己喺屋企啊或者我做嘅肌肉訓練咧又唔同喎，都俾咗啲新嘅刺激俾我嘅，所以咧有需要嘅朋友咧，你哋都可以諮詢你哋嘅醫生同埋治療師。香港有大學研究發現，18至到27歲嘅年輕人，2成有抑鬱症狀，比中年同長者高。抑鬱症可以有幾嚴重？有咩治療方法？香港有大學研究發現，18至到27歲嘅年輕人，2成有抑鬱症狀，比中年同長者高。抑鬱症可以有幾嚴重？有咩治療方法？我哋繼續探討年輕人易焦慮抑鬱。介紹翻現場嘅2位嘉賓先，包括有精神科專科傅子健醫生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張傳儀博士嘅。翻嚟咧，我哋傾下抑鬱嘅問題。想問下傅醫生咧，抑鬱症狀其實係點咧？嗱，抑鬱症狀咧，好多人就會覺得係個人唔開心、低落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知道有好多一啲身體嘅反應嘅，例如佢哋嘅睡眠會改變，可能會瞓多好多，又或者失眠。咁另外佢哋嘅食慾啦，有好多人會喺有壓力嘅時候咧，可能食好多零食啊，佢體重上升。咁亦都有啲人係茶飯不思，可能佢哋嘅體重會下降啦。咁最重要就係佢哋嘅判斷能力啊，佢哋嘅集中精神嘅能力，甚至乎有啲人嘅記性等等，都可能會受到影響。阿傅醫生啊，嗱，香港有大學就指出咧，研究出嚟就話咧，18歲去到27歲嘅年輕人咧，有2成係有呢個嘅抑鬱症嘅症狀，比即係年長嘅人高。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原因出現？好多唔同嘅因素咯，咁最重要就係我哋發覺一樣嘢，而家個社會變得太快，其實我哋咁講，我哋嘅人類嘅進化可能追唔上科技，以至到我哋可能太多嘅資訊，令到我哋根本同其他人之間嗰個距離已經同以前傳統嘅社會嘅結構已經唔同咗。咁正正就係呢一個世代嘅年輕人就係接受咗呢一個嘅衝擊咯，咁所以可能會因為咁樣而出現好多唔同嘅情緒嘅問題。張博士啊，年輕人咩原因抑鬱咧？其實我哋都會通常見到嘅就係年輕人咧，佢哋瞓覺嘅規律啊等等咧，都冇咁定時嘅。其實咧，我哋都睇到有一啲研究咧，係話俾我哋知咧，即係睡眠質素差啦，唔夠瞓啦，係同抑鬱有啲關係嘅。尤其是咧，就會睇到就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壓力嘅時候。如果你嗰個睡眠質素又唔係好好咧，其實咧係容易啲係會令到人咧有抑鬱嘅情緒。另外咧就係有一啲額外嘅研究咧，就會發現原來咧太多社交媒體嘅接觸咧，亦都係會影響人抑鬱嘅一個狀態嚟嘅。因為咧喺社交媒體上邊，我哋好多時睇到嘅咧就係人哋嘅好嘢。
咁所以你會好容易咧產生一個認知嘅誤差，就係你好啦，你好啦，你又好啦，人人都好啦，不過我就好慘啦。咁變咗喺呢一個落差底下咧，反而咧就係更容易令我哋抑鬱，而且原來發現咧用得越多社交媒體咧，我哋係越容易咧有一份孤獨嘅感覺嘅，而嗰份孤獨嘅感覺咧，亦都會係一個令到人抑鬱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之一。其實傅醫生，其實抑鬱症咧點樣損害到我哋健康啦，甚至乎會唔會有其他嘅併發症出現？其實抑鬱症我哋最擔心、最終極嗰樣嘢就係一個人佢個負面嘅情緒去到一個極點嘅時候，可能佢會有一啲唔想生存嘅一啲諗法啦。咁當然啦，就咁如果我哋講話未去到咁嚴重嘅程度都好啦，好多抑鬱症嘅患者佢哋本身嚟講，佢哋嘅身體嘅健康都唔好啊。因為可能佢哋嘅皮質醇偏高，可能佢哋對於自己嘅照顧唔係咁好，以至到佢哋嘅飲食啊、睡眠啊各樣嘢都唔係有規律，咁會令到佢哋嘅身體嗰個抵抗力下降。咁其實好多啲小病，以至到譬如啲比較嚴重嘅代謝綜合症、糖尿病啊、肥胖啊，又或者係我哋講話癌症出現嘅比率都會增加。其實張博士啊，心理學上咧點樣可以幫助到咧有抑鬱症嘅年輕人？通常咧好多時候會慢慢幫一個人去睇返佢面對緊嘅一啲難題啦，面對緊嘅一啲痛苦啦，其實係有原因嘅，唔係冇原因嘅。而好多時呢個原因咧，唔係淨係講緊係外在你覺得好有價值嘅嘢。我會諗起我有啲病人咧，佢係越升職佢就越唔開心，越抑鬱。佢最怕咧就係每年老闆同佢講：我哋加人工啦，你今年做得好好啊！嚟緊咧諗住再升你㗎。佢完全知道佢喺客觀上咧，佢係跑贏佢同齡同期嘅朋友或者其他嘅專業人士嘅。咁但係為佢自己嚟講咧，佢唔覺得呢一個係有意思嘅。佢會直然覺得問：咁我再賺多啲錢，咁又點咧？我咪一樣要日日返工，日日受壓，我一樣係受苦，我唔見得我有意義咗喎。所以好多時反而咧喺一個深層次嘅心理治療入邊咧，我哋除咗去睇下佢表面佢點解會咁諗之外咧，其實都係幫一個人咧喺深層次上邊去睇返，去建立返佢真係嗰個人生嘅意義同目標。當佢發現原來人係有意思嘅，我繼續活着。我有好多我想做嘅嘢咧，我會做得到。自自然然咧，佢就會覺得自己面對緊嘅嗰啲難啦，嗰啲嘅痛咧，其實係慢慢變得可以處理同能夠承受啦。另外，傅醫生，我想問下咧，點樣治療年輕人嘅抑鬱症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最基本嘅就係睇下，譬如佢嘅生活習慣有冇啲地方可以理順，譬如佢嘅睡眠啊、飲食啊，嗰啲時間會唔會可以調整一下啦？咁當然亦都要睇下佢面對嘅一啲壓力，有冇話有啲地方係佢自己轉咗牛角尖啊，又或者係過分地對自己苛刻。咁當然去到某一啲嘅情況之下，如果呢類嘅患者啦，靠一啲改變生活啊，又或者調整自己嘅一啲想法都唔得嘅時候，可能要用到藥物啦。咁而家因為科學上面對於抑鬱症嘅認知，對於大腦功能嘅開發，我哋都有好多新嘅進步。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有效嘅藥物去調整翻腦入邊嘅一啲分泌，甚至乎可能會用到一啲我哋叫腦刺激啊，用一啲機器啦，去調整翻腦入邊某啲細胞嘅一啲功能嘅。咁啊頭先張博士講開一樣嘢就係依家嗰啲年青人咧，即係睇一啲嘅平台啊，睇到譬如話，哇個個都好，我最差。喺心理學上咧，有冇啲即係可以令到佢哋預防或者一啲提醒佢哋，即係焦慮症啊、抑鬱症嘅年輕人可以幫助到佢哋咧？好多時往往我哋最鼓勵嘅就係擺低你嘅手機，反而咧就係真實地去見翻你嘅朋友。因為好多時候你真實地見翻你嘅朋友咧，出去同佢哋飲杯嘢啊、食個飯啊、傾個偈咧，慢慢咧喺個真實嘅對話入邊，其實人係好自然而然會展現就係除咗我呢排做得咩好之外咧，你會呻㗎。咁反而喺呢啲嘅交談入邊咧，你慢慢就會平衡翻你嗰個資訊，你知道係喎，其實佢都喺度捱緊喎，我捱緊，佢捱緊，大家都係捱緊啫。人類好得意嘅，淨係覺得自己衰嘅時候咧就好唔平衡嘅，但係覺得咧
大圍都係咁嘅時候咧，即刻平衡翻。係。好多謝晒兩位嘉賓啊！記得又唔開心啊，揾朋友呻啊！希望大家身心都健康啦。成日轉天氣，出入商場啊，啲冷氣鬼咁凍啊，搞到我鼻敏感一直都唔好返。有啲咩方法可以令自己舒服啲呢？ Joey 啊，咁其實我識好多朋友仔咧，都受到鼻敏感困擾啦。其實鼻敏感係咪好難根治咧？同埋都幾多香港人有鼻敏感喎？點解咧？鼻敏感咧真係反覆發作咧，好難根治嘅喎。同埋香港人咧好多時都係有一個敏感性嘅體質啦，所以佢哋除咗有鼻敏感之外咧，都好容易有濕疹呢個問題㗎。咁有咩方法可以舒緩鼻敏感咧？中醫我哋會用一個傳統療法叫做天灸治療咧，去治療咧鼻敏感呢個情況。我哋咧係用一啲辛溫啦、通竅嘅中藥啦，呢啲中藥咧製成藥貼咧，貼喺一啲適當嘅穴位上面啦，去針對一啲咧陽虛體質嘅人士咧，佢就幫佢辛溫通絡咧，從而治療佢嘅鼻敏感。又或者反覆感冒嘅人士咧，都係適合嘅。咁聽人講咧，食蜂蜜啊，或者有啲市面上好多偏方啦，都話可以舒緩鼻敏感嘅喎。咁係咪真係有呢啲咧？的確有嘅，小偏方就唔講得啦。不過我今次咧就會介紹呢個辛夷花焗水啦。咁辛夷花咧用5克左右啦，咁就焗水咧大概係一杯250毫升嘅熱水，大概焗15至20分鐘咧，就可以每日飲用舒緩鼻敏感呢個情況㗎啦。咁但係好似話係咪唔可以就咁放落去嘅喎？要擺個茶包。係啦，因為辛夷花上面有好多細細嘅毛咧，我哋最好用茶包袋包住咧，咁就避免呢啲毛髮咧進入我哋喉嚨咧，從而引起咳嗽嘅問題嘅。咁喺生活習慣有冇啲咩建議咧？我建議咧，大家會着足夠嘅衫啦，同埋減少凍飲咧，都可以減少鼻敏感呢個情況㗎喎。希望大家咧身體快啲好返，唔好再打乞嗤啦，俾人講得多都唔好㗎。